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句台语俗谚语讲：混铁不成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钢。第三条，精炼的铁，咱讲钢，嘛有人讲是钢铁。钢质古早有人讲是钢水，若钢线做的网仔，咱讲是钢网。一款铁做的笔，笔头尖尖，内底入墨，咱讲是钢笔。这个文音读做钢，金刚的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钢铁，又是钢甲铁，会当讲是作用，亲像是钢铁同款的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钢水，这就是古早人讲的钢质的意思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混铁不成钢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怨叹要拍铁，却无法度拍出钢水，无才调亲像钢铁这样用。若混看来讲的意思是怨叹囡仔无正叫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钢，这是白音；文音读做钢，金刚的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